李正爸吼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天天炖某天呢。那今晚还是用惯了。我切这个刻花，你要刻花？等一下，切一个圣诞树的。圣诞树切不好会变那个哦。圣诞树很少看到，已经是了。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哎。还没黑呢。那我们要不要一起过？我们不要。停压按压你来讲讲，哇，5分熟，又好看对了哈，7分熟。那我下次去高级餐厅，我就跟他说我要这样。李总就係一種北港嘅概念嘛，在地的 Q 菜係嗎？對啊，拜託。我們有玻璃菜，還有玻璃菜館，全是語精生。哇！你把个这样会切嘞？李总，你该不会其实是雕刻家吧？我知道里长这个形状了，大闸蟹。哎，又强哎！呀，他懂对死哎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看住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仲白強。今日同歡喜哦，其實呢新竹嘅美食，人家講係個科技欣賞，不過呢科技欣賞地度，啥有安樣嘅好嘅料理啊，本嚟嘅嘗試變到行開有本土。誒，冇咁錯，除了科技新貴之外哦，還有活動都會煮菜嘅奧英哦。三下來呢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呢來分享到嘅係阿生之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。三下來分享到係菜市嘅師傅哦，中上來分享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算啦，菜市啦吼。菜市啊，菜市。三下來呢分享到我倆組哦，係來自幸福嘅表姊妹嘅啦吼，來分享到嘅收音機老邱妹子。歡迎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家都看一下咱出的影片哦，今日分享到係來自新竹市嘅表姐弟哦，徐奔妹老盧秋勇，歡迎。哦，嗌到大家講一下吼，呢個笑容大哥佢係李總哦。李總爸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天天燉某天呢。那今晚還是用慣了。李總爸就真嘅，乜嘅太些事情，你就最熱心助人的就會李總爸。那李明動作係自個誰個強？我爸爸就是這樣，只是他沒選到。對，可是他一樣會服務啊。好啦，冇給開玩笑來分享到哦。兩位姐姐來自幸福嘛哈，那幸福有乜嘅你推薦好高好食好料嘅冇呢？叫幸福啊，就好當好料，可以客山。會懂點冇？也有話平路嘅，也有話下起嘅。古時候嘅特別就看到嘅叫幸福嘅特別嘅鏡子就錯誒。哦，有冇發現到哦？懂到客家中都好多步道哦。係咯。下一次我們真的要慢活下來。還蠻適合減肥。都在搶錢呢。不應發現哦。所以慢慢散發啦，不然自家散發還蠻對哦。好，咋個女哦？其實吼，女子姓周還看一下素材吼。昨天本台家以打卡是在哪裡？我們這個地點是在新竹南寮，叫做魚鱗天梯。哦，對。咁麼個不按到跟魚鱗啊？它那個是因為本來是用消波塊去製作的一些石頭，那為了做美觀，就把它鋪平，有點像魚鱗的階梯。哦，那在這個地方可以賞那個夕陽。他走在看日頭落山哦。你真嘅懂講，因為我一擺拍片就踢個特別跑，景其實是很壯闊的，就很適合約會啊。因為當時海選係做像魚鱗安用啦，都看起來挺潮的動靜。但係嗰時候你睇起來有很多一條，係講正義팀對吧？就請李總，搶李總當然厲害呢。哦，馬上就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次我哋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跳下來大屌絲咯。對，兩款料理大屌絲最主要嘅呢，就拿出秘密武器。哦，唔錯。風吹兩個很香哦。哎呦！姐姐，你係乜嘅？鹹豬肉。鹹豬肉。我自家滷嘅啦。自家滷嘅。哦，呀，滷幾日咧？我5日當時的。5日當時的。好，呀，一聽有家嘅特別的味道，屬於秋梅的味道，而且剛好是秋天現在的味道。它對絲。咁今日拿下鹹豬肉來做乜料理？鹹豬肉亂爆湯。哇！做飯的料理哦。甘勇，你今天的目標是不是要哪裡？好多皮嘟嘟的。
做得又有扭啊，又有翻啊，係啦，做得吼，搞本咯。哦，有信心冇？有，难得，加油加油！喺台上吼，來看下咱隨啲影片吼。記得帶咗個秘密武器吼，看佢個動架上，唔過講動唔簡單哦。你睇嘛東西，竹筍，竹筍吼。哎，這個為什麼是你們的秘密武器呢？哦，我們山上種的，哎，係小龍阿哥去自家屋企咪要種嘛，吼。裡面有啦，當佢很無限。啊，你要種起來，攞其他嘅竹筍要買冇哦，冇窮呀！你呀，我哋燒個樹誒哈，個火呀，去醃個竹筍，哦，醃起來哈，其實較好較醬，生起來較醬，較甜。有跟你的指甲一樣講嗎？哇！啊，今日我那裡啊，凍河啊，凍厲害嘅竹筍做埋料理咧。把來必卜，哇！五彩繽紛嘅意思就錯咧。對對對。好，等下我去做一下變化。等下嘅比賽有信心冇？有。係，呢種就係冇簡單哦。好，現場呢馬上倒數3、2、1，請開始。準備開始咯吼。哎，這今日比賽啊，你會較穩否？哎呦，像是那種家庭競賽。怎麼個方向？像迄，因為李總有帶隊咩吼，帶出來感覺像迄，那種你知道嗎？李紅潘叫做像8公分，是8公分，剛開打給我祖傳啊，很親切的感覺。對，所以你們兩個評審不能夠太凶哦。好，可以吧？哎，可以的，可以，沒問題，沒問題。他開始凶了，我看一下。哇哦，我們好好了解一下這鹹豬肉，你是用哪一個部位呢？那隻部位？夾線，因為夾線肉來做鹹豬肉啊。嘅鹹梅色。哦。啊，是聽我細到5年啦。唔係，係滷5年唔係曬。哦，係聽我滷5年係嗎？滷5年。你還可以切得較幼哈，切比較細，對不對？哦，因為等下有炒盤啊。炒盤。哦。啊，小婷阿姐已經除了個切東西之外，做啲老大家講一下，你切袂凍到完啊，又風色又黃色係嘛個？蒜呢？蒜呢？鹹卵，鹹豬肉嘅豬油，甜辣醬。甜辣醬，我覺得他很厲害，都有精髓耶。比種發講用朗番，胡椒粉自己帶，又有老柑橘，酸的又有辣。唔是食過用鴨卵做嘅卵炒盤咧，係下香係嗎？係，它要鹹梅出水。哦，蛋包飯咪包唔係。哦，又用爆嘅，哦爆咩炒盤甜甜，咩啊嚟爆？冇怪我加嘅那個甜辣醬，我先撈啲炒香、炒甜來，甜辣醬來炒。甜辣醬是淋在外面，煎好的淋在上面。畫一個笑臉的，可以畫一個笑臉，也可以畫哭臉吧。你們呢係乜人來報名嘅呀？新埔巴黎國，是一個國家嗎？老人關懷據點。哦。所以，假如下次想要出國，就可以去巴黎國。不是，這個是名稱，名額啦，名嘅啦，見光也光是信步挑白名額啦。哦，真的。誒，都不會讓街都變，按到信步。還要切細。看你等下當多進來哦。好。哦，先冇喊。李總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李總吼，平常時就是都冇很有時間煮菜。對呀，你有冇很厲害啊？而且李總，你要切形的，係冇？你切那個形狀的是嗎？我切這個刻花。你要刻花？等一下，我猜得到。啊，這是剛才那個小波塊。是嗎？是嗎？你要切一塊塊。不是，我要切一個聖誕樹的。你確定？確定。聖誕樹切不好會變那個哦。聖誕樹很少看到，已經是了。馬上刻給你們看。哇，好厲害哦！所以選里長有考才藝表演是嗎？沒有啦，興趣。哦，好厲害！第一步我先繞一下boy哦，然後下面是先切。李總懂厲害耶！沒有，先切一個聖誕樹的底部下來。哦，又挑哦。李總多才多藝耶！忙做李總之前可以做種樸實黑嗎？沒有啦，就是興趣，在家裡偶爾煮煮。好像。切枸杞好像要切片黑嗎？再切6片，可以單盤適用。哦，我燙熟了吧？要給它燙熟吧？要。聖誕節是我最喜歡的節日哎。很美黑呢。那我們要不要一起過？我們不要。直接被打槍了。煮完五彩繽紛的菜色啊，再做一個盤飾，這樣子比較漂亮。好漂亮，像哦。就這樣就可以做盤飾。哎呦，
冻好看哦。啊，问一下本妹阿姐，你平常有做菜吧？我看你的手家冻家的哈。有啊。分妹姐其实上了懂就一个韩国的女明星哎。马上。我说真的，一个演员，她去讲黑狗有看韩剧的话，是不是《海岸村恰恰恰》里面那个开热炒店的，一模一样哎？你有看过吗？海岸村恰恰恰啊，美老大家讲一下哈，因为怎么那么浪漫去剪的贝壳啊？对，我就是要讲这个。老李总帮美 Q 一年没嘛？我都把这个拿来当盘饰呢。有像美人鱼吗？那个是胸饰。烤一烤，切薄片，不是切薄签哦。切这个出油诶。李总就係一種北港嘅概念嘛。在地的 Q 吹係嗎？對啊，拜託。看到帥哥會緊張的。所以是我吧，我確認一下。在哪裡有帥哥？有，全部都帥哥。怎麼那麼浪漫去剪的貝殼啊？對，我就是要講這個，我都把這個拿來當盤飾呢。有像美人魚嗎？那個是胸飾。呢種你要做乜嘅用誒？要裝盤的啦，要裝一料。哦，所以等一下大家係那裡啊，攞水東西打它槍力啦，動作攀呢？就唔是用手去壓啦。好厲害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0。哦，我可以拿3個走，我們只有8個人。啊，你要幹嘛？帶轉移啊！你要幹嘛？人家說這種摸走會ฝุ่呐，補蓋子啊，不動喉。對啊，你就直接在牙齒磨就好了。對啊。好了，分不膩了哦。啊，我跟你講哦，這個也可以切聖誕樹哦。時間會就在浪費在聖誕樹上。我有時間呐。應該講小哎，我是開玩笑的哦。真的 OK， 沒問題。哎呦，里長真的就是別人要求什麼時候有求必應啊。對。里長就係一種北港嘅概念嘛。在地的 Q 吹係嗎？對啊，拜託。好了，因為里長切開聖誕樹可能還有時間，冇時間看下。好，里長加油哦。哇，好香哦！鹹豬肉很香哦。用豬油哦。含豬肉有配嘅，還是拿嚟煸油？即超香嘅啊！香啊！係啊，超香嘅。哇！哎，用煸一下是好的哈。好讚到。唔係，咁樣煸香蕉。香皂。會香螺。而且叫啷蒜頭向下煸。哎呦，魔鬼啊香哦！啊，出開嗰個油來炒風菜頭。油帶起架豬油哦。即係煸嘅係冇？係，要含豬肉煸嘅。蒜呢還有一些冇加添嗎？唔是按多。哦。啊，豬油還會加豆豆嗎？唔是，我加含來煎卵。哦，對啊，還要煎卵。不是說鴨血煸香啊？煸香煸起來。秀英姐。你平常都不卡有煮飯嗎？有。你的拿手菜係乜嘅？我是家常菜，沒有很拿手，他比較會拿手。哎，所以記得係分開咯，熱紅炒哦。動功夫哦。因為上眼我卡自己炒盤吼，就會盤落去之後吼，菜全部倒落去，但是有時候會太濕。嗆菜基本就是水分，因為出水啦。水啦。哎呀。你都要給鹹豬肉已經凍厲害哦，除了那類炒盤，它就走。上選，你有什麼？你片哦，烤一烤，切薄片。切不是切薄簽哦。切得會出油誒。哦，你一料炒好咧，咋個咧？有了煎卵呢。邱妹姐，你本身係做朴實嗎？冇。看素腳凍醬呢？那個我女兒是開那個老人關懷據點，好用心哦，就在幫忙做，很有愛。哎，我們兩個都在，他們真的很棒，因為我家婆吼就是給他們這些朋友們照顧的。韓國做了套路吼，你聽過？很細心啊。飯沒有炒到，太緊張了，飯都。是不是嫌我話太多？太緊張，要不要兩鍋？對，油倒起來。你說對，是回答我話太多嗎？對，你用那個鍋，不是我倒一些油下去，他一直跟我聊天，我先專心讓你煮好不好？你不要一直跟他聊天，你不要一直跟他講話，你跟我講話，我都太緊張了。我們先走好不好？我先把它帶走，我把它帶走。好，把它帶走，走。飯都沒炒到了，太緊張了。哎，聖誕樹也下去炒嗎？哦，理想處女座。你可能哎呦。這個竹筍啊，是要三四片或挺少嗎？不會啦，因為基本嘅主題啊，邊咩武器就係竹筍啊。
那里面绿绿红红黄黄是什么？青椒、香蕉，还有红椒、甜椒，还有黄椒，五彩缤纷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刚刚竹笋汤。竹笋头。所以就留头猪肉，对。是2道菜的意思吗？没有，我们等下再把它并在一起。因为伊家讲係法拉必煲，我冇講係用炒誒，也係煲湯唔啲。他要给他类似舒肥，你还没比现给喊他紧张啊？还好啦，还好。我觉得有哦，因为你火被你关掉小了。我是想说慢慢炒，要专心一点在这边。这边又嫌我吵了。你去那神明那边忏悔。现在要加什么？加一点盐巴那些，调味一下。对，调味一下。就等下吃一下米头哦，吼。所以根本也係呢種咧做總廚師誒，主廚啦，哈。然後加一點香油。好，那這樣我們勾勾厲害，就差不多了。好，加油！這樣我先走。好，我先走，可以過來嗎？可以，可以哈。那我可以講話嗎？不可以。可以，現在可以了。你切紅蘿蔔，等下那個擺盤。阿倫嘅石木整個係好款呢，比較黃一點。你現在在做什麼？我現在切這個紅蘿蔔跟黃瓜要。你需不需要請對面的幫你切聖誕樹？那是禮賓服務嗎？哎，要給你用標嗎？馬叔。對啊，摸掉會不黏哦。哦，你要盤炒好嘞啊！我們剛剛都沒看到。就是不要給你看啊。故意的，對不對？看到帥哥會緊張啦。所以是我吧？我確認一下。在哪裡有帥哥？有，全部都帥哥。這個也是粒粒皆辛苦。你看佢炒到一點沒翻呢。哦。哇，佢當緊張，你都不卡練習懂得拜哦。好期待哦。來。聲音哦。哇哦！都在破熟了嗎？哇，可以。加住。哇哦！好漂亮哦！會變落來嗎？好，先幫你弄一下，你先去倒數。好，我們先去倒數，加油！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！馬上就來試試看下鐵罐地圖，哪部卡米西卡真的咧？好，兩副卡呢都丟出副卡本地而來參加比賽啊！先對鳳吹那個客家鹹豬肉的軟包飯，叫我來吃吃看吶！你看我們的蛋皮剪到幾薄哎！哎呦，我們的鹹豬肉好好吃哦，好香哦！而且呢，地圖的飯粒粒粒分明以外，連飯都有嚼到。已經有比較強的嗰種料的炒料的面頭誒，呢度嘅鴨卵嘅卵皮凍香之外，加甜麵醬哦，我覺得是錦上添花，好上加好，非常厲害。真嘅，好香，好吃，好吃吼！李總監還問我講吼，這個要吃完嗎？結果你看學到強力咧，很好吃哦。伊會煮哦，伊會炒。凍好，好，你下就完全攬出嚟一片做嘅巴拉必煲。哇，一檔用心誒，鐵板還有帶一種盤飾哦。係啊。哇，竹筍行車哦。跟竹筍哦，唔單講凍切，還凍香咩？而且啊，竹筍係拿來包粽嘅啊，吹爆一定當好食。切架粽嘅就冇共用，老娘嘅炒飯結合應該沒改好，都好食咯。有合你的口味嗎？自家煮的、自家切嘅聖誕樹哦，真嘅，我吃到係附送完美啊，很完美，真嘅厲害哦。等下就來看兩位師傅用擺嚟評分咯。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了，先來請你小智師傅搶分數。哦，風吹。好，就過來看一下大兵師傅搶分數。咩風吹？用唔安喲。小智師傅老太家指頭一下。好，風吹呢片嘅鹹豬肉啊，實在炒嘅凍好，有個香味就會出來。炒嘅飯啊，就粒粒分明，凍好鮮。還有地度呢，我就試到玻璃菜嘅斜度，呢道菜呢真正係好食。啊，南推呢片較大鬆嘅地方係竹筍呢。切就挺細咧，用四個口感呢就吸唔出來就竹筍，用個梅頭，甜椒嘅梅頭就較重，蓋過整道料理，用
比例嘅问题啦。阿炳师傅咧，呢度หั่煮因为梅头要白香出来，你就要用鸭卵来煎，配合蒜木啊、梅头啊，全表现到以后，好呢度是或者是主角啦、配角的呢个问题，因为讲主角是竹笋，竹笋是好多，个比例蚕豆丝从肉安样意思好咧，配咧蒜木掌为酱，还有梅头好木的啃过去，东西也咸这没冻住啊，所以讲做在咸咧咸的瓜啊、爆竹笋啊，了强龙蒜木的，冇强龙的食材，梅头唔会好按冲。唔会啃过我哋竹笋的梅头。師傅建議凍河，不過真嘅唔怕，因為等下หั่住最尾一關做咧繼續咧加酒哦。沒錯沒錯，而家只係小試身手而已。不過三下嚟你就要來學習咯。咁今日按厲害菜鐵嘅盧師傅啊，帶來乜嘅料理老菜切家分享咧。夾夾出太菜。耶！我家條條嘅樣道，今日啊食材嗬，當厲害當高級，หั่得到節目地都看到哦。菜名係乜嘅？泡菜櫻桃鴨胸。哦，櫻桃鴨胸攞泡菜哦。紅肉的部分哦，佢好噴，愛你的泡菜，哦去引它的甜味，有鹹還有甜。哦，配到有咧蔥樹，有蔥樹，紅蔥條泡過的，還有薑媽。哦，切得要哦。蔥啊，好咧係啲莓果，還有黃梨，好咧個配咧是會有酸甜綜合嘅味道。那你為什麼要去機車行偷機油啊？哎，算死啦，也是一樣，就是要找一個酸甜啊、個醋啊這些去搭配，提這個味道。哦，我開始做咯。不錯，咁你先來切油，要先煎過哈。要先煎過。哦，切油咯。一泡菜係切架做嘅，對不對？還記得有一個紅嘅，你切架去滷嘅。下次來攪強下。哦，攪強下哦。哦。剛才講嘅係薑媽係嗎？係薑媽。嫩薑哦。嫩薑。這個比例應該係肯定切架啦，哈。係，是用個5:1:1啦。哦。泡菜下多。泡菜5，啊其他係1時候咧。哇。要用嚟處理冇呢？要菱格紋哦，什麼是菱格紋？要把它變千鳥格，為什麼呢？一定要油好會釋放出來。哦，它的體脂肪蠻高的。好像鴨胸都不安呢。因為要因後佢哋煎的時間後油是會走出來。哦，啊你那片沒會發豆嗎？唔是。哎，所以反而這個是因為款就就是呢種鈣比啊，你係放肉嘅部分。係，我鴨肉你係切皮嘅。因為佢要好噴，你煎落去。冇釋放的機會，即係其實油到底部凍油。哦。那為什麼你聽我切赤豆啊？因為好醬啊。反正啊，這你試過鴨肉嗎？有。櫻桃鴨的。試過。哦，那就是有錢人了。哦。分離哈。哎呦。哦。皮肉分離。哦。很走的安雍哦。對的，你係先燙過嗎？唔是。可是為什麼要這麼做呢？等下你係泡菜就擠到凍。哦，擠落去啊！你泡菜落去哦。你係按壓，你係感覺。好，5分熟，就好講對了哈。7分熟。那我下次去高級餐廳，我就跟他說我要這樣。你真的很會切各種形狀呢。是。像這個只要再刻個東南西北，我就可以上桌了。我還以為是電箱呢。可是為什麼要這麼做呢？等下你係泡菜就擠到凍。哦，擠落去啊！你泡菜落去哦。讓皮肉分離咗咧。啊，這不容易耶。都做得，但是佢好危險。係應該個擠落去，係脆嘅。係用煎。用煎呢？用脆可能嘅甜味是走體咧。你當貼片啊。好，下次嚟。可是有一個問題，泡菜有冇比較高會香冇？佢等下煎那些時間凍油。哦。油脂梅頭是會做到。錯。里長這個很厲害哦。下屆連任就先煮這個給你們吃了。其實看哦，泡菜係凍架上嘅東西啊，嘅鴨肉係未凍入看到，但是其實啱用夾下起來，就好像是台菜強融嘅。好，那你是佩服。哦，唔是加油哦，唔是啊，佢加油凍到咧啊。哦。鴨胸啊，佢會正面的部分煎通就會凍硬嘛。唔係，它是嫩的，因為那邊都沒有油誒。咁你煎那些啊，其實會睇到煎到7、8分熟之後，會煎到全熟。佢真係是安尼哦。你差唔多係蛇火煎哈。蛇火你天天煎，冇用油，佢你啊凍到油咧。
我好就出油嘞，很期待看等一下给变过来该用诶。樱桃鸭可以去奋斗到普肥嘛哈，啊，今天怎么会选是鸭胸啊？一般开始用樱桃鸭，因为贵州的咱们可能是烤个对，好，啊你用煎的啊，啊就是是鸭胸，或是是用了个鸭腿。哦，用鸭腿，然后鸭胸好剁。我也会呢。你看，鸭胸、鸭腿。那你会压手吗？本美姐，你压手看。压手。没有鸭没有手，鸭没有手。这款一下啊。哦，给我们看一下。哇，脚法漂亮，好赞哦！牵一下，一点，开始做了先准备的盘式。你要写什么字呢？啊，我以为你要写字哎。哎，这不是写一家之主吗？等一下，你擦掉，你签名俊斌好不好？签名。啊，做嘛个帮风的？算的啊。令狗做对吗？令狗未做对，但是佢嘅蒜梅冇人冲。哎，今日涂了好蒜的水果，像奇异果啊、凤梨啊那种，酸甜，以综合起来个油，比较清爽啦，比较适合配肉类这样。哦。哎，那你刚刚说这个是乌醋是吗？哎，对，醋，算是那个意式的巴沙米克醋。哦，我管的安奈哦。那体积白款用煎啊，体积白哈。哦。那个假使要用蛋肠用煎呢，做在鲜度就好了哈。哎，每做在注意下。哇，表面都剪到叉，这油脂真的非常多哎。等一下我们吃叫炒饭好吗？问一下我们秋梅姐给她给翻弹油吗？对啊，她做在炒盘啊。嗯，对。哦。蚕豆。哦，好嘞哦。罐头不给用到了静置一下。静置。这是用轻的的感觉。好，所以再看一下。杨银是3分熟，看圆哈。好圆嘛，好5分熟，又好硬掉了哈。莫用力咯。7分熟。好，全熟。哎，是轻的按压的感觉。哦。那我下次去高级餐厅，我就跟他说我要这样。可以吗？你看不起啦。啊，怎么搞？先不给静置一下，不给盖血水啊，会凝结啊。哦，这样都冻酱呢。可是这不好切吧？还是我们就一人一大袋？哪2人？哪2人？啊，你怎么搞？上头2头菜啊？哇！你又在不给香梅啊，引它的味道。好嫩哦！蚕豆才5分熟停。我刚才问讲吼，你系用办上头2头菜啊？其实我哋从头又来做了这某恐龙的变化，老了的不错啊，那就用办因教导我哋西餐的食材地不会毒。切动太低了。要挑签的先做5分熟的。好，谁要吃5分熟的？来，好，马上是全熟改。不，你还有全熟？7分。你7分哦，这么客制化哦。全熟我就不含油了。哦，他懂吃了。哇，真的好大块哦。哎呀，好赞哦。这个应该很难一口吃哦。那你表演啊？你要表演就这一块给你吃看。那莓果是为了点色吗？配色啦，等下没做在配点色，为了帮伊增加个香气。哦，因为它系5到7分熟嘛吼，所以放到个芝麻叶。其实假使你整个酱机会调上哦，豆腐卡的虚节应该还可以拿去烤一下。昨天用要你先烤一下之后咧，莫贵的煎到贵的嘟好熟的先，意思为香炉咧。假使有喷枪，没做的会炙烧就好。没做的炙烧。因为个油粉下豆啊，炙烧起来挺熟的冻香。哇！好，那本太下看一下。哇！不错，樱桃鸭胸。按钮就好些喽。罗亚嘅客家泡菜本地呀嘅高級嘅樱桃鸭胸，睇起来 Q 下来品尝看呐！哇，你看皮板皮，呢度泡菜嗰个鸭胸嘅肉，吃吃看呐！哦，很好吃哦，好吃到我手里发出上劲甜甜的。呢度好咧泡菜，老丁讲嘛还有酸薯，哦，好惊艳，而且哈，萝卜整件酥，肉又咁嫩。泡菜本身是冻好食冻香的东西，不过加下煎的时节
嘅鸭肉嘅油哦，和浸落去，哎呦，油上加油，非常好吃。第一百是都按好吃的都。当好是好，你能把这个吃周坤呐，很对味，很对味。大师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赞，有。伊会做哦。阿G，你知道咧？哦，那个肉呢是到冻甜，还有个福菜个咸度啊，搭配起来冻好吃，还有个凤梨啊，酸酸甜甜的，这道菜真的，卢师傅。请杯。真嘅係師傅針對鴨胸肉冇按好處理，頭前都接撲出家下咩係當困難嘅哦。睇似家係講上一啲米些花都不卡了，吃做困難。唔過你頭前你睇到2分哦，哦，嗰首南水要加油咯。還有蔥呢。馬上來進行最杯麵館嘅挑戰。把邊料理網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館唔但將係比面絲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愛嘴真係正經嘅把邊料理喎，一家之主按你隨來上菜了。啊，呀個食材嘅擺爆香地度來到成就睇下團坤啊地度會有乜嘅呢？好，稍稍打過來問大家看，今日主題食材就係玻璃菜乾。玻璃菜乾哦，我就好喜歡哦。其實豆豆變法應該是上道嘞。哦。但我先給他們機會。好，啊，知師傅你吃到咧？外婆係煮湯啦，但是外婆像個盧師傅強用，講佢炒過。幫佢弄到雞肉或是一些肉，一度按用鮮，因為味道這邊應該會較好。因為神神呢，咁用當好。你把他想法講走了呢？係啊，一個食個葡菜飯高麗菜乾。我很有哦，因為其實佢咧高麗菜乾啊，你是上講是像葡菜啊，像那菜脯啊，那都其實煎卵咪凍好吃。哦，錯，煎卵是凍好吃的。我應該會把它拿來做披薩。哦，對，因為個披薩當料係嗎？係做料，唔過先炒過再去烤啊。啱先做啲上到，譬如講菜包，換做玻璃菜乾，應該沒做的，但是花的時間要比較久一點。呢個兩組豆帶我就買個想法咧。馬上出來金行兩館嘅挑戰，豆帶拿玻璃菜乾，觀眾朋友你們想看哪你們要來做變化哦。馮翠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玻璃菜乾煎餅。煎餅有一些像韓式煎餅這樣，對不對？哦，好咯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然後咧看一下攬出嚟一片，就買個創意嘅想法哦。等下做嘅菜哦，嘅菜色菜名按到生菜百寶袋，百寶袋，到底係買東西哦。等下嘅比賽究竟會加油，梗係冇得到分數哦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站台上動戰有信心。好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到底開始做咯。百寶袋咩就從你家做嘅料理啊？呢度空誒，按到啲食材都呢度。呢度會做係乜嘅？我們要做煎餅。煎餅，撈應該披薩概念就要炒。有一些炒，不過叫人煎係用烤嘅。係啊，攞看下。哇，來，一個玻璃菜乾啊，煮啲幾了不起，有人塞係冇？有這個塞啊！哇，很香哦，它已經有像是檸檬嘅肉蒲菜啊，發酵到最後那種果香，是果香了。咖喱係蝦要稍微泡一下泡一下酒，還有煎酒撈薑嘛，雞腥味。人個煎餅地都不用當到搶菜葱麼？人個醬料係乜個醬？甜辣醬，哦，因為佢提這罐就會用甜辣醬會得到分數，所以現在乘勝追擊。甜辣醬係加州的嗎？沒啦，沒啦哈。冇按強哦。可是佢咩完全韓國式咧？你行係台式誒、客式誒。改兩個誒。cái phần này係乜嘅粉呢？麵粉嗎？麵粉。有粉嗎？乜嘅低筋、中筋、高筋？有中筋、高筋。係啊，這個根本一帶來係麵粉。面粉。你是不是又開始嫌我吵了？對，你先走好不好？你不要一直吵我，等下我忘記。好，我幫你開了哈。好，等下過多轉來哦。好好。哇！一片用法很香哦。哇！我李總也變起來誒。李總，今日先係腸板肉係嗎？鬆板肉啊。鬆板肉。哇！鬆板肉較脆。你想拼起來了。較貴。嘿，較好食。
我解下讲吼，用玻璃材管我做嘛个生菜百宝袋，百宝袋，好哈，纯粹养生啦哈，枸杞啦哈，嗰种诶，枸杞味，有脆过系吗？有稍微炸过一下，用炸的，用啦哈，哎，还香。里长，哟，你真的很会切各种形状呢。是，像这个只要再刻个东南西北，我就可以上桌了。我还以为是电箱呢。哇！你尽量不要讲话。好。他过嘿，他过嘿。我们有玻璃吹，还有玻璃吹管，前世与今生。啊，我们现在又要切什么？有点像蝴蝶的形状。哇！你哪个千会切嘞？李总，你该不会其实是雕刻家吧？我们没有看过用虾仁铺底铺到满的。嘿，安排放。真的。客家人不怕人家吃，它音比该粉浆还好多。真的太夸张了。里长，哟，你真的很会切各种形状呢。是，像这个只要再刻个东南西北，我就可以上桌了。我还以为是电箱呢。其实李总今年村表现拢当好个刀工呢。对啊。村一切一挑，一开，村动厉害哦。真的很会切。这一道菜是不是有点像虾松啊？该搞营养，因为等一下我用上菜，好像爆。那个像生菜个沙拉安尼包啊。玻璃吹管迄嘛啥塞呀？我爱吃个塞。哦，很厉害。对，不然看一下好吗？来，皮坤啊。加米汤和母通用。要神木哦，神木冻酱。卢记叫诶。去年。这吃吃哈。哎，做得来吃看的呀。你们的玻璃吹管好好吃哦。真的哈。真的。哦，感记按做标哦。怎么变多啊？感记有没有标哦？怎么出甜梅哈？哎，一甜梅怎么吃落去呀？哦，等下重点来咯。这个很赞，不惜重成本呢。你看，几罕有粉块落去炒，先不去炒香落去哈。分妹姐现在整个奔放了，哎呀，大家头前冇拿到本书给压好，三地骨奔出来了。哎呦，啊，我们现在又要切什么？百宝箱必须要稍微点缀一下，用红萝卜来做盘饰。那今天切的形状是有点像蝴蝶的形状。哇！你哪个切会切嘞？李总，你该不会其实是雕刻家吧？没有。我怎么觉得这个草料没做在哪了？这叫保中的啊。嘿哦。昨天听讲诶，爆出来爆啊。今年因为做上菜的百宝袋，什么叫做成个五二强下？安尼较强啦，你像我的包菜包还没用安尼啊。哦，包头按澎湃哦。包菜包有下功夫啊。我用要上到用强下咧，譬如讲柑橘啊、五二啊。养生啊。你讲你下饮食哈，莫按行。你要让人家唔养生啊，等下叫人养生哈。等一下张哥做来哈。好。我很凶哦。哇！你尽量不要讲话。好。他过嘿，对，会影响我。要感觉老跳啊，炒盆的料酸蚕豆啊。哎，差不多。充电配玻璃吹管呢，我们的灵魂啊，好香哦。跟免胶它会打乱哦。而且我们这个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前世与今生呢？为什么？用讲。我们有玻璃吹，还有玻璃吹管。哎，真的呢。哦，真的，而且量重，跳杠。前世与今生。哎，为什么是倒下去，不是倒进来呢？太多了。哦，你那盘子没那么。哦，有。够，虾子不要大赏哎。为什么要摆在盘子里，不直接紧了？对啊，等下要煎。哦，等下粉会落去咯。等一下，假设香皂它就得加水啦哈。还是要加一点点的水这样。你这刚刚有没有？有果蛋液了。秋梅姐没有，不要紧张，盐没有抓一抓。姐姐，我跟你讲，你刚才已经得到2分呢，所以你要灌不是紧张。他要赢就要赢4分啊！我知道他，秋梅姐没有在那边赢2分而已的。哦，不用1点黑吗？哦，有大火吗？哦，大火。没有大火，它会火大哦。面浆加一点点的汤，会下甜啊，有味道吗？加一点盐呐，可能干怕火。要加盐呐，不要加糖。好，本给你炒一下，那个枸杞，跟它混下咯。哇，哎，来包中哎啊！哎呦，哇，李总也手工艺的动火哎。哎，我知道里长这个形状了。对。大闸蟹。又强。哎，又强哎。呀，他懂对死哎。然后摸还冻蛇渣呢。对呀。蟹黄。蟹黄哦，哇，阿牛你的就差唔多好呀。
所以你百宝袋就係用生菜來做係嘛？哎，底部就不用遐東西料落去。哦，所以真緊就都像蝦鬆嘅。蝦鬆嘅概念。你剛剛有吃生米頭嗎？一點點嘅蝦未做得啦，因為等一下上菜係冇買梅絲嘅，然後上菜未就得有香梅啦。水分。好，來。我就可以哦。有。啊，料用嘅咧？用鬆皮啊，還叫到地板度。所以是披薩呢哦。那韓影不會掉窮下的。對啊。要料太多了，都一直跟你講話，本來就。我明明剛剛就過去哦。要拌下去。全部都拌下去，趕快！又不是信賴哈，你又不是信賴，一直賴人家。我要拌才。要攪勻哦，很好。這樣等下會那個的。哎，你今天2個都是要翻面的。廚師幫我。兩罐冇廚師幫我，啊，唔過你真嘅洗而發這塊師傅這天數嘛，哈。那免這樣你夠漸凍加的哈。我在家裡就是用拌的。我覺得可是這樣也很像披薩啊。哎呀，各有優缺點。而且我覺得這最強的，你知道嗎？我沒有看過用蝦仁鋪底鋪到滿的。嘿，安台放。真嘅。客家人不怕人家吃。真嘅，太子都有心意啊。它因比cái粉漿還好多哎。好，真的太誇張了。行開叫我收購了就不用翻面了，用 keep 唄。哎呦 ，keep 做得了哈 ，keep 熟了這樣。對啊。那要不要再讓它再煎炒一點再 keep？這樣就要小火一點。好，乾油差不多哎，我們就來去倒數嘍。好，天草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試試看啊！優雅嘅玻璃炊稈變化出嚟料理，哪部卡卡針到咧？兩個人用玻璃炊稈來變化做料理，風趣嘅當貼片，有一些種煎餅，有一些種披薩哦。試看啊！哇，呀個下鹽吼，實在變當好爽。加玻璃炊稈，而自家使油辣好食咯。你蝦講凍多，唔過吼，嘅玻璃炊稈吼，唔會太少哦。你食到嘅叫我梅凍葱。下杯下嘅煎餅食得飽哦，不一定要落下順風嘅甜辣醬啊呢。高麗菜乾的香味很香，都香哈。它這個味道哈過味。那個煎餅烤得 QQ 的，很好吃，都厲害哈，因為阿用嘅煎餅哦，可能哦冇成嘅是為裸體咧，對，很厲害。咁我炸過咧看一下生菜百寶袋都在學什麼，你下看啦。好食嘛？喺中山電影做嘛嘅話加咁啲嘢，阿用做住咧，因為甜嘅，都好食咧。還有玻璃菜乾哦，唔單止係香甜甜咯，呢啲係增加嘅口感。很脆，非常好吃。但是都不管係演戲啊，它地度有變下邊，都有同增加嘅香味啊呢。玻璃炊稈沒十分的香，比我做的更好吃。太謙虛了，我們都好吃，我們做的也好吃，他們做的也很好吃。給自己老王賣瓜，預備備起。里長就是這樣，安用熱天吼，啊本嘛這係冇講到啊。我講哦，我嘅炒嘅吼有忝鹹一啲嘅啦。按你講個生菜它豆掉嘅吼，口感會較好食。會鹹太鹹了，可能要增加2片3片啊，嗆出強下去。我等下就來看一下師傅用辦會評分咯。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位，請啲阿芝師傅搶分數。藍嘴。好，再接再厲，看一下阿邊個搶分數。美蘭腿逆轉勝。來，甚至師傅搶公平。好，我要分藍腿兩片呢，我先就適到個生菜個脆度，然後底度呢就個下邊個香味，還有個玻璃炊稈啊，那個香氣中就我就有適到。啊，唔會太鹹哦，因為搭配個生菜係度好個，還有個烏個香味這樣有出來，建議啊香菜。用一絲絲的就好咧，你將個梅頭會壓過個本身個梅頭，一絲絲的就好咧。鳳腿條片呢，玻璃炊稈嘛好食咯，唔過下面個餅啊、個粉啊就忝盤一絲絲的，做得餅較多水，咁佢就較軟個口感，還有個餅一絲絲的染，咁佢就搭配個味道一樣，較大眾地方係一樣。阿邊個嘅看法咧？你用在搭配個梅頭對下吼，春很融入。
把摸到个主角的眉头牵过去，你会讲呜俩平动刀，来起来等于平动刀，就会牵过去个高丽菜根的眉头，好这样才表现以后。第一片强筋壮类啦，吼，可能本来甲你讲的上，那无侵害的啦，该害个，摸到个料搅落去，向下煎，迄个搅落去下煎子，会叫下向甚至师傅讲，饼是袂有眉头咧。哦，没想到呢，天一馆底度蓝翠呢，它是逆转转平手哦，马上就来颁奖嘞！耶！经过我俩两太馆嘅挑战，各组啊有7个强嘅菜色。故说今日两组都系大头名，先来恭喜彭翠得到1000元嘅加菜金，恭喜！耶！哦，经过非常恭喜蓝翠的阿片吼，逆转胜啊，2500克嘅加菜金。好，马上先来请邱梅姐啊，讲真嘅，出邱梅姐嘅动物做菜，谁讲啊？吼，叫每人炒鸡。当目前冇炒鸡，来了摆参加心地老太下讲一下。羡慕一家之主啊，本来都给飞啊，谢谢那个我们巴黎国故事协会老人共餐那个理事长帮我们报名，还有还载我们来，谢谢他。很用心哦，咱办好过人哦。哎呀，天白就唔係緊張係吧？唔是插幾下就因為講話就做嘢啊你嗬。小英姐，可能聽到暗號嘅隊長，有乜心得老太茶分享一下？第100參加當緊總啊，按多人，我袂驚，乜計唔記得強。可是你剛才表現得很好哎，除了緊張，還有乜該心情嗎？很開心見到你。他是我的粉絲哎，原來安樣哦，那嘴沒講講出來，比個天使還拿獎，真的哈。對呀，那安友你要幫我宣傳出去哦，謝謝，恭喜。大家來好好來訪問一下哈，不瞞阿姐，今日講長少會嘞，所以大家來30分鐘幫你講。還是問下個節目啊，我都有進步的空間啦。不瞞阿姐，佢本身係好內向嘅人啦，咪係用實力說話啦，對不對？問一下哈，你立種哈。他今天刀工最好哦。哎呀，聖誕樹，然後還有那個東南西北的骰子，還有大閘蟹。那大家分享今日參加感想。好，首先謝謝。制作單位給我們這個機會能夠來上節目，希望各位多多欣賞我們的節目，一家之主讚哦！哇，感謝！好，今日呢，吼，邱梅姐最標準咗咯，佢吼不常當緊張，阿娘就提講下禮拜就唔會緊張係有錯冇？來下大雕師分享人嘅好料理，互相交朋友一下。係啦。萬英哦，全部要提一擺會緊張，提2擺就唔會來啦，所以盡量歡迎所有嘅朋友，無論係提1擺、提2擺、提3擺來，夾個咧報名參加哦。依家之主等等睇起個共下來啊，俾大雕師分享人嘅好料理，咪訓練人嘅膽識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